話對齊，再掩過失錯，苦過全由百姓來承托，無聲的痛楚，無數的折磨，盡是權貴冷眼在冷漠，真相被大話蓋過了嗎？誰人會承擔？誰會回答？民眾追究，卻總是無解。黑暗日子幾時見光華？當天災降臨，誰負起責任？推卸指責，只懂錯氣討人心。人民的聲音，誰會於天塵？光明美麗是否只是假諾言？真相被大話蓋過了